歡迎你嚟到今日嘅練習。喺今日，我哋會學習身體掃描。身體掃描係用嚟培養觀察身心嘅一個簡單而重要嘅方法。身體掃描練習嘅目的係透過有系統嘅方法，逐步去觀察身體每一個部分嘅感覺，同時訓練緊自己嘅專注力。而家我哋就一齊進行呢個大約10分鐘嘅身體掃描練習，俾你親身體驗一下呢個培養靜觀嘅方法。請你選擇一個較為安靜嘅地方進行呢個練習。期間，請你熄咗手提電話嘅響鬧功能，俾自己擁有呢一段寧靜嘅空間去關心自己。首先，請你慢慢俾身體開始靜落嚟。隨住你嘅需要，你可以選擇坐喺凳上面，坐喺地板，又或者俾自己安躺喺床上。無論你選擇坐低或者瞓低都係可以嘅。如果你喜歡嘅話，你可以慢慢合埋雙眼。請你記住喺呢個練習，你唔需要特登去追求特定嘅感覺，亦都唔使強迫自己放鬆。你只需要專注喺當下嘅感覺就可以啦。而家，請將你嘅注意力慢慢放喺你嘅雙腳，仔細感受一下腳板有咩感覺。係痕癢，係疼痛，抑或係有其他感覺呢？你感覺到雙腳而家係凍嘅，抑或係暖嘅呢？又抑或係有其他感覺？又或者係冇感覺呢？無論你有咩感覺，即使係冇咩特別感覺，都係可以嘅。你唔需要去刻意改變呢個感覺。如果你喜歡嘅話，你可以嘗試抱住開放嘅態度同自己講，呢個就係我而家嘅感覺。而家將你嘅注意力帶到去你嘅雙腳嘅小腿同膝頭。你嘅小腿同膝頭而家有咩感覺？無論你有咩感覺都係可以嘅。如果你感到任何地方係繃緊嘅，請你細心去留意嗰個部位嘅感覺。無論你有咩感覺，嘗試放低想改變佢嘅心態，抱住開放嘅態度同自己講，呢個就係我而家嘅感覺。如果你覺得眼瞓，又或者俾啲事情、一啲諗法分咗心，唔需要去批評自己，分心係正常嘅。你可以溫柔咁將自己嘅注意力慢慢帶返去身體嘅部位。好，而家請將你嘅注意力帶到你嘅大腿，感覺一下喺呢一刻大腿有啲咩感覺？係放鬆啊，定係繃緊呢？
同地板或者凳接觸嘅感覺又係點嘅呢？無論你有咩感覺，嘗試放低想改變佢嘅心態，細心咁去觀察呢啲感覺。而家將你嘅注意力帶到去你嘅盤骨同臀部。你嘅盤骨同臀部有咩感覺呢？如果你俾一啲腦海浮現出嚟嘅諗法分咗心，唔需要批評自己，你可以當嗰啲思緒係過客，然後又重新溫柔咁將注意力帶返去身體部位上面。好啦，而家請將你嘅注意力帶去你嘅腹部、腰脊、胸膛同埋背脊，注意一下呢啲身體部位有咩感覺，係放鬆定還係繃緊呢？又抑或有疼痛或者其他感覺呢？請你細心感受一下佢哋，繼續專注喺你嘅腹部、腰脊、胸膛同埋背脊。而家再將你嘅注意力帶去你嘅雙手，由手指到手掌、手臂，去到肩膊，呢啲部位有咩感覺呢？請你細心去留意呢種感覺。繼續專注喺你嘅雙手，而家請將你嘅注意力帶去你嘅頸部，到面部，去到頭部。注意一下你嘅後頸同面部有咩感覺，例如頸部同面部肌肉嘅感覺。請記住，無論你有啲咩感覺都係可以嘅。若果有任何部位感到唔舒服，又或者你冇任何特別嘅感覺，你都可以用開放嘅態度同自己講，呢個就係我而家嘅感覺。好啦，請你而家留意整個身體嘅整體感覺。當你準備好，
可以將注意力慢慢帶返去外界嘅環境，而喺你覺得合適嘅時候，你可以慢慢打開雙眼。多謝自己用咗一啲時間照顧自己，你亦都可以祝福一下自己身心健康。